有立委要來推動刑事訴訟法修正案，要改做有明確事情證明講含這個共犯證人串通口徑，才當羈押。另外，也有限縮拘提逮捕了後24點鐘的聲押期間，這去減少到偵測時間。那規定偵測當中袂當限制犯罪嫌疑人通訊自由，可能會增加串通涉的證據轉移犯罪所得的風險。目前這修正草案調也攏無共識，連日佇在審查。立法院司法委員會11審查，互人當作瓜分鐵條款的刑事訴訟法羈押規定，其中包含立委提案的已經有明確具體套口徑共犯，也是證人的行為才會使羈押。早早開始算24點鐘來逮捕期間，檢察官袂使夜間精神等引起爭議。德國是有使用，但是他們基本上只有5%的羈押是用，因為這個他們勾串啊，所以就是才成立羈押。但台灣高達70%哎。讓實務界把問題告訴立法院，然後把立法院或者是學者所想要維護人權的思考這個點告訴實務界。我今天最重要是做這個橋樑。如果它變成不是一個羈押的一個理由的話，到最後連被告、連法院呀要把它具保的權利都沒有。法務部是講，目前核准羈押案件早期甲毒品佔8成，但是未來羈押理由3度的套口徑限縮羈押期間，恐驚會衝擊打詐緝毒的成效。檢察官團體認為，羈押制度目的是伫防止未來可能發生的套口徑消滅證據的風險。若是要聽後已經有具體套口徑行為才會使羈押，等於是讓制度失去預防的功能。如果未來羈押的事由刪除串供證的話，將會嚴重的影響後續的伊托米子的追查以及有關打詐案的進行。如果說都已經勾狀完成了，那還有什麼必要一定要去羈押他呢？當然是要去預防，不要有這種勾串或恐嚇證人的情況啊。所以我們是非常反對這樣一個。若是研究修正縮短羈押期限，司法院秘書長高金基回應：若是案件有羈押必要，法院法定期限屆滿，必須釋放被告，恐驚增加社會安全的風險。刑訴法修正草案最後是因為調也無共識，調委洪曉玲宣布選期再審。不過，司委會初審通過刑法第80條條文修正草案，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日到被害人滿20歲進前所經過的期間，無算入於追訴權時效的期間。記者採訪報道。